台中市顶下确认是非洲猪只，业者捌找药厂来开药啊。农业局表示，药厂无执照，依法甲伊送办。桃园捷运工程局互人亚康使用中国的材料，较有问题的砖啊，结果工程局煞哪像为着要应付，对外讲已经甲厂商换掉。电动独轮车、厨房车拢禁止徛起咧一般车路，虽然讲高雄一寡公共场所有开放，不过状况是真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7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几日啊，这北部甲东半部呢天气拢是湿湿冷冷。气象署提示讲，这波东北季风就要等到拜4才会减弱，也毋过刷落来拜5开始，又搁随有另外一波新的东北季风甲高气压落南，到时阵北部、东北部可能剩无20度。湿冷的天气，民众开始踏外头出门。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的富贵角，敢若18度。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象署也针对这方面的家人，台北、新北和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而且愈暗雨会愈大。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尤其是基隆、台北跟宜兰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山区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出现哦。那在中部以北、花莲、台东也是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形。这款落强降雨的情形，爱到拜4东北季风减弱，水汽才会减少。到时就敢若剩宜兰和东半部会有一寡阵雨尔尔。不过好天无够一天，过当天拜5就过一波新的东北季风落南，影响台湾。到时北部、东半部阁会恢复湿冷、闪大雨的天气。下一次的水汽的增多，预计会是在31号。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了之后，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又会逐步的增加。要拿温度的部分，气象署提示，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温度拢在21度至25度之间。除了拜4东北季风减弱，气温会回温到30度以上。不过拜5新的东北季风加上大陆高压，温度会搁再下降，到时温度可能剩无20度。要拿中南部地区日时的温度无什么变化，高温在27度至30度。不过早暗的温差真大，会差到10度。提醒民众高衫高被会当传出来，才袂感到。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这嘉义大营会文，因为哪像有在非洲猪只的肉去到高雄，结果互高雄市政府甲伊裁罚。这个业者虽然讲话冤枉，也毋过市政府是讲，这业者呢，毋但是暗藏这货车的地点，而且搁来讲白贼，所以决定加罚300万，而且还搁爱停业1礼拜，依法甲伊送办。敢若亲像污染的废品回收了后，被送往焚化炉烧毁。嘉义大营火运23受中华业者委托，运送敢若像非洲猪只肉品到高雄，互市府早来裁罚。业者25暗时发声明发冤枉，讲员工必须调看真侪文书资料才延误回复。不过隔天互高雄市府讲，毋是安尼。要求提供2部货车的 GPS， 一开始还供称仅小货车装设，直至稽查员追问才土实交出2车的 GPS 行车轨迹资料。23下晡，问题猪肉正是送到业者台发营业所，不过卫生局上门了后，业者是拖1点半钟才交代大货车的所在，也加讲车顶只有问题猪肉甲虾仔，也毋过其实货车也载674件的冷链货品，要分送到12个行政区。除了有少部分是化学原料，那做外表倾销之外，剩下的一些生鲜食品全部都送往我们的焚化厂销毁。高雄市府指控业者讲白菜温藏，拖延提供运送的清单，这行为已经严重妨害，而且拖延涉案风险的管控，会以涉案法重罚300万，下令停业1礼拜，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那海运公司对防疫忽视，台南后壁要饲猪场离时再运外地刷叮当。猪场移动管制，你在这个猪场你就不能移动了。不管你是不是自己的猪场，从自己的 A 场移到 B 场是绝对不允许的。农业部已经进门外地，饲猪的人特别讲，唔知影讲同一个猪场袂使载往无同所在，才会载13只猪要去白河分场。动保处接报派人到2个猪场去看并且消毒，虽然无发现各样，不过违反禁运令是事实。也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对这饲猪的人裁罚35万。记者综合报道。
好，受到非洲地震影响，即马为着要来防疫，猪仔呢是禁台禁运前后后加起来拢总是有15天，所以真侪做者的即马头壳是拢冇咧烧。亲像伫咧台南呢，真出名的烧肉饭是无少成本，就算讲这猪肉价小贵3成，嘛是同款来照买。嘛有这肉包店呢，是因为抢无猪肉，只好先暂停供应，改卖其他的物件。 烧肉放伫火炭顶原巷，看起来真好食款。但这间真出名的烧肉饭店家，干那靠烧肉饭、控肉饭甲鸡腿饭，总是请真侪人来买。不过为着要会当继续供应，头家27串大笔现金，按算甲新联络的供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一栋的冷冻猪肉。价钱就是我们原本价格的多大概3成到4成的价格，那我们也是跟他买。 其实如果只有一个品项的话，真的也没办法了，因为你除了你员工的成本，然后整个店的开销啊，你不符合经济成本啊。卖酒店家出现无猪肉库存，嘛袂使干那卖高一项。这几天头家除了店面无闲，私底下大概是四价走水猪肉。虽然贵，但是尚无去买有，这是一栋干那会当应付4至5天的量。另外，若无门路的店家，恐惊只好停止供应。 改换其他的代替方案。明天开始就已经确定没有了。猪肉包对客人也比较习惯了，价格大家比较喜欢。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用一些什么菜包，还有像芝麻红豆其他的品项来替代猪肉包这样子。卖包的店家嘛已经打出海报，要买一顶猪肉鸭，包到27尔。猪肉开始暂停肉包供应，嘛有其他的店头嘛出现这款状况，像伫火汤店家本只会当当5天的禁令，这阵延长嘛只好卖完准都刷。明天还不够卖，就很早就会没了，我们就都改渔网，没有办法，哈哈，就只有渔网啊，就先度过啊。如果营业额不好的话，就休息。 猪肉产销出现问题，即摆连其他肉类嘛加减受猪肉影响，出现市场绩效波动的情形，业者爱应应面对问题也去真济。记者台南采访报道。除了这地震以外，这洪灾的中间也的确需要大家做伙来关注。亲像今年7月，这丹那市洪台呢是互嘉南部分地区这行动通讯拢受到损伤。NCC 是来启动这灾害漫游的应用。另外，嘛为着要应付未来这天灾的状况 ，NCC 也来提出灾害漫游的草案。这礼拜是有通对外来公布，因也会持续来调整计划。 丹那市洪台7月初为假期定量，造成嘉南部分地区的行动通讯设施严重受损，连带影响信号。NCC 邀请业者启动灾害漫游，改善通讯情形。NCC 代理主委陈宗书日7到日耳备询，强调已经甲内政部等单位开会，而且参考美国、日本的做法，7月底开始研究灾害漫游要点草案。 8月份第一次启动漫游到现在，那我们已经把它完成了。那我后续会跟业者来密切来配合，所需要再修正调整的地方，我们会持续来修正。伊强调，作业要点已经伫顶礼拜签出，这礼拜应该应对外公布。民进党立委是关心，新修规划灾害进程，首先申请灾害漫游的应用机制。在灾害前就有评估说。 灾害的范围来做预先的一个申请。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参考美国的一些做法，大概都是比较是属于事后机制没有办法说事前说我就是要漫游。国民党立委是强调，对即马提名4个人选一定的公正审查，也烦恼即马 NCC 委员所报告无法度推动的问题。业务没有办法运作，换照时间到了要换照，没有办法做。 然后一直跟我们讲是说，哇，视听大众的权益很重要。委员组成是多元，我们希望越多元的组成对这个会的当然就是多元。人的想法其实都跟业界的想法一样，希望 NCC 能够正常的早日正常的一些运作。陈宗书表示，目前对业界甲消费者部分影响到电视频道的上下架，也有广播电视的频间换照，差不多104个换照案，年底会到期。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台南洪灾过了到今呢，真侪石面遐是还未清刷，当地民众烦恼讲这风吹日晒，而且雨过南，恐惊是会造成健康甲环境的影响。行政院云嘉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是强调讲，会搁再来支援清运所需要的经费。
进前受灾严重的后壁区上佳冬里，洪灾过到达已经3个月过，不过也有真侪受灾户拆落来石棉厝遐，还佫一地一地放伫徛街边仔的路边，在地人烦恼长期吹风曝日造成的影响，嘛认为会影响市容。小贵啊，都上风歹到，你是最近较贴尔。对。迄个我唔知，都较袂安尼，较无美观啊。洪灾了后，台南市环保局在超过13000栋受损的石棉厝遐，这石棉厝遐主要拢是徛街受损产生的。另外，还佫有少数拓扑业者低调或者是牛条等毁损，有的还未清理了，有的是因为欠工蹲伫遮造成的。讲伊有当时第一就是讲伊请无工，或者工做袂出来，变成讲这个期限政府若无这个期限的限制可能会陆陆续续一个月两个月才一地两地。封锁的部分就是民众有来我们这边申请，我们会呈好给环保局，环保局来派车统一去。那通常的话，我们也会都联络当地的里长拜托里长带路，这样会比较省时间。根据台南市农业局登记的资料，差不多有553笪6000栋左右的石棉厝遐还未清理。有民代讲，拓扑业的部分，那照目前的进度，要到明年3月才有法度清理完成。不过环保局强调讲，配合中央洪灾补助款拨款的进度，拓扑业受损的石棉厝遐，原底明年才清会了。经过几个届协商，环境部同意提早清运，希望会当减少污染，甲提高清理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这西里大桥伫1953年完工通车到今，已经有超过72冬的时间啦，年久月深，所以讲呢，一寡所在是自去可后去。即马中华甲云林县政府是甲中央来争取经费，要来维修。预计12月开始呢，规座桥就会甲封封起来。这施工的时间差不多是需要冬外。涂刷的3刷仪式，摕擦乳啊，运红色油彩伫广告顶来回擦。代表西里大桥补强工程正式启动，跨过云林西里镇甲中华溪州乡重要通道的西里大桥，1953年完工通车到即马已经超过72年。最近几年所面临更过新鲜，桥墩必须等通车安全记录。这个钢桥部分的一些锈蚀，还有一些这个它的连接处或者钢梁的部分有做一些局部的一个抽换，那主要是针对它整体结构的部分来做一个。重点的维修补强。为确保西里大桥结构安全甲延伸使用年限，中华县政府甲云林县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办理维修补强工程，包括做建国径局部补强修复、桥面春秋旁修缮甲外观擦油彩等工程。重要的是它的钢构也已经有锈蚀哦，所以呢，咱这个经过设计大概需要2亿3100万。那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针对咱的这个结构的部分，给我们核准了1亿8900万。那中央补助1.53亿，那云林拿出了0.18，我们在议会的支持之下，又拿出了6000万。很期待在如期如质如度完工的情况下，能够在明年10月份之前要举办这个义政文化季之前，能够顺利圆满的完工中华县政府表示，为确保施工品质甲安全，施工期间会全桥封闭。预估为今年12月开始封桥整修，施工期约400日，呼吁用路人配合，建议第一线溪州大桥作为替代道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中华职棒总冠军赛的第4战，昨暗是伫桃园球场来起鼓。这中信甲乐天拢有派出高手。第8局的时阵，这乐天桃园呢甲掠过去，目前这乐天桃园呢已经3-1，真有机会拼总冠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掌握，而这一棒有了中外野方向的安打。中信兄弟伫咧前2局提分的机会拢无把握，第3局下半局换乐天桃园进攻，伫宋家祥甲新政连续攻出安打了，吴德良来伫咧积极对打，无想讲中信兄弟的保守国武杰这球杀传到王亚去。那这时候上场跑者获得胜利，要冲本垒，宋家祥跑回了乐天桃园队的第1分。桃园先摕到分数，不过中信兄弟下半局也开始反攻。哇，这个球右外野方向。这球是全垒打。上阵这粒偏关的石头的变化球，像对主炮柯基宏攻出一支正平外野方向的阳春炮，甲比数入做1-1平手。
这场比赛两队拢派王牌投手先发，乐天的杨投为两支投6局，这家被讲出4支安打，一个弹出10K。中信兄弟的罗哥也无得咧输人，投7局无自责分，也有7K。两队平手一直到第8局下半局才有变化。这个球拉出去，右外野方向，留不住了，这球出去了。但是因为伫咧2出局的时阵，对中继投手吴志伟的手来攻出一支超前比赛的2分炮，也互桃园3比赢球。这嘛伫7战4胜的总冠军赛，已经摕到3胜1败听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德国有正式来脱离核电。伫咧巴伐利亚的核电厂有2座160公尺悬的冷却塔，即马拢甲拆掉啊。电力公司是表示讲，大概是有3万的民众去到现场甲看。也毋过呢，这居民甲能源专家反应是无相同。有人讲这地票消失去啊，嘛有人是批评废除这核电是错误的决策。听到爆炸的声音了，2座160公尺高的冷却塔先后倒来，现场拢是土沙烟。25个跳岛过程无到1分钟，互德国先后所制定慢慢淘汰核电厂的能源转型政策下出重要的一步。Ja, sag mal so, ich bin in der Nähe hier geboren und habe immer gesagt, es muss Alternativen geben. Und ich habe mir für Jahre lang dafür eingesetzt, dass die Alternativen auf den Markt kommen. Und das haben sie ja Gott sei Dank geschafft. Und das Balkonkraftwerk für 500 € kann jeder sich leisten. 讲到黎明讲的这2座冷却塔，总共弄1800个空，用600公斤的炸药回倒来。电力公司讲，现场有3万民众来见证这个关键的时刻。这座核电厂2021年停机，25倒来了，代表自2011年福岛事故了，德国的核电退场政策有一个新的开始。现场的民众情绪真复杂，有人感慨地表真做历史，要涌入团体示威。刘报调查，核电退场是德国能源政策上大的错误。因那反对派是认为，除非有安全而且长效的核废料储存方案，那无核电也是较贵而且长期拖延的选项。Das ist jetzt nicht unbedingt das Thema AKW, sondern das Thema Kühltürme. Und das hat auch nichts damit zu tun, pro Kernkraft oder gegen Kernkraft. Hat aktuell gar nichts zu tun. Ich habe heute mit einigen Kraftwerksgegnern gesprochen, ich habe mit Kraftwerksbefürwortern gesprochen. Das Stimmungsbild ist überall ähnlich. Es geht das Stück Heimat verloren und das ist die Situation. 伫冷却塔倒来了的土沙粉消退了，德国的能源政策正伫咧转型的上车路口。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稳定的能源供应就是正大的问题。尤其冬天用电量悬，每一户的电钱拢称正悬，所以即马有声音要求重新评估核能。这边的爆炸毋但是将2座建筑物拆掉，也是考验国家安怎平衡能源安全、环境责任，也有经济成本。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再来看这法国巴黎罗浮宫调查偷是损失大票31亿，今嘛这案件有大进展，检察官昨是来宣布已经抓到2个嫌犯啊。西罗浮宫的游客有一寡已经听讲，进前来遮偷摕贼仔已经抓到人。相信报道这个消息的法国巴黎电报是对消息人士遐知。Oui, c'est important pour le patrimoin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Après une semaine après, ça fait tard quand même. On se demande quand même. Voilà comment ça peut arriver. Mais oui, c'est important que les gars soient retrouvés, en effet, ouais. Je pense que c'est le plus important. Après, je sais pas au niveau droit, loi. 巴黎检察官贝库欧证实，当局有进行逮捕行动，不过并无讲抓到偌侪人或者是嫌犯的身份，也无证实是毋是立会任何珠宝，也对消息外漏出去正不满。讲这个做法已经动员几多百位调查人员的调查行动，包括找被偷摕珠宝，也有抓所有的嫌犯。巴黎联播报道，有2个30几岁对塞纳圣丹尼姓来的查甫人，25暗被抓到。这个区是法国上散车的地区之一。美联社讲，有一个警官私底下讲，警方伫进前对嫌犯就已经有掌握。其中一个人被抓到的时阵，拄好要坐去阿尔及利亚的班机。其中一个嫌犯是根据 DNA 锁定伊的身份。检察官贝库欧进前捌讲，监视专家伫咧犯罪现场监视到150分的证据。罗浮宫博物馆19互贼仔总入去，并且偷摕几多件馆藏的珠宝，财产损失估计有8800万欧元。贼仔迄当阵是假做施工的工人，甲车停伫罗浮宫外墙下骹，用春秋楼推甲升降机攻破窗仔门入去，偷摕8件珍品，包括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一世送予伊第2任看守玛丽路易斯皇后的阿玛丽宣召破电。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咱来关心的是，这泰国王太后过身去全国累半期，国丧大下都爱一冬的时间。即马台湾人若准去到泰国佚佗，建议都爱顺人的风俗，衫唔通穿甲红记记，也避免这花啊衫，建议穿较素的。另外呢，一寡这店头活动时间嘛有改变，旅客都爱加加注意啊。民众做伙拍相片，泰国王太后史丽吉二是破病过身，享受93岁。泰国政治国丧期，机关学校拢降半旗，真侪人拢穿乌衫表达对思。เงียบเหงาแล้วก็วังเวงอ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นมาถึงตอนตี 4ตอนแรกลูกข่าวก็คิดถึง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และคิดถึงที่เราอะได้เฝ้ารับเสด็จพระองค์ท่านตั้งแต่เป็นเด็ก泰国王太后史丽吉为2011年中风了，就真少出来，只是因为肺感染过身。王谢成员甲政府官员进入1年护丧期。泰国总理阿努廷原本要参加东协峰会也取消，开紧急会议讨论地上代志。观光业部分虽然无禁止五路或者是庆典活动，不过提醒要保持严肃。在皇室的相关活动拍摄的时候，不要开直播，然后在拍摄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拍到皇室的成员。旅业者提醒，虽然大部分旅游景点照常开放，不过这庆元素的活动可能会延后。酒吧等各路场所营业时间可能有变动，建议旅客准备深色的衫，尊重当地气氛，也避免谈论王室甲政治议题。学者观察，比2016年泰国国王普密蓬过身的各项爱车气氛比起来，这摆泰国民众唔敢的情绪较济。比较算是送走自己一个很亲近的亲人的感觉，他是以皇太后身份。不是现任太皇啦，所以不太一样，所以因此上呢，它的规格上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多位泰国等来洪明谦观察，电影院内底电子显示看板由彩色改做黑白，商场服装店也将马道换黑色的衫。走路看板甲机场的房机显示，拢出现黑白有王太后的相片，全国充满对暑假爱悼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即摆呢，因为美国伫顶礼拜五收盘是开了真水气，这美中贸易战到打嘛无遐尼紧张啊，所以台股今仔日开盘是来到28029点，也那台积电是称到1500块。可能还是跟美国有比较大的关系啦。联准会现在大家预期它在这个礼拜应该会宣布再继续降息，这个部分就会激励各国的股市大涨。当然，美国的股市在上个礼拜五已经涨过一波，它当然也带动今天台股的上涨。台股今仔日早盘是来到28000点的这个关卡，盘中呢上悬是冲到28196点，也那台积电上悬是有1500块，拢总是起50块。也毋过这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呢，今仔日是来发布10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85点，这嘛反映这台湾的股民对台股安尼行起来的这个风险的意识。另外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10月30会伫南韩来举办川习会，双方的代表即马已经先伫马来西亚，针对着中国的稀土，也有美国的这个黄豆有超出一个共识。另外，这美国也来有个讲，这川普有可能伫明年旧历过年之前去到北京来访问。就伫美国总统川普伫马来西亚出席吉隆坡东协峰会，也是为着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会铺路的时，伫南美中贸易谈判有重大的进展。100% tariffs if the Chinese impose their rare earth global export controls. So I think we have averted that, so that the tariffs will be averted. 就双方关注的经贸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和交流，比如双方各有关注的出口管制议题、对等关税进一步更长时间展期问题，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规范，中国同意稀土出口管制暂缓1年，同时也伫未来几年内开放大规模买美国大豆。东协峰会是川普高伫亚洲行的第一站。会后，川普口气乐观地表示，会甲中国达成协议。即摆伫吉隆坡进行的美中第5轮贸易谈判，美国也有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国方面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甫领军。即摆协议规范的达成，代表两国当然努力
策，避免无实战进一步升级。背心调也透露，川普真可能伫明年中国农田年进前，到北京会见习近平。习近平主席也有回访华府的计划，有计是伫明年秋季。G20峰会进前，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这电动独轮车甲厨房车呢，伫台湾拢是禁止骑去哩车路的。伫高雄是有开放4大个公共场所，互人来骑。不过这状况是真侪，业者认为讲应该在比较电动铁马，互伊合法来实施。那有民众是讲呢，要先甲这相关的规定拢甲做好势，千万唔通雄雄公公，就安尼来开放。电动独轮车伫寿山园区骑紧紧，经过媒体报道，大家才知影原来寿山是禁止电动独轮车甲厨房车骑入去的。目前台湾甲这车算是个人载具，禁止骑去哩一般的车路。即阵高雄有4大公共场所开放骑电动厨房车，包括布置中央公园、桥头糖厂甲卫武行，其中布置园区内底拢有广告。不过也是定拄有人骑出去车路，互警方开红单。民众讲开放骑车是真利便，不过人若多就变甲真危险。是大家人行道在走嘛都没有注意啊，汽很快到处钻，我觉得很危险。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行驶或使用。本分局于今年1月至10月份共取缔了违规13件。高雄4大园合法营业的电动厨房车有电子围篱的管制，若超出犯规就会断电。不过，若是私人的，也是其他业者，都无法度管控。警方表示，若是骑出去车路，就会照规定上悬罚3600。有租车业者认为，电动厨房车的动力其实甲电动铁马无啥差，应该爱比较电动铁马合法上路。政府会认为这电的话就是有危险性嘛，所以他会就是不想让你上路嘛。但现在有电动辅助自行车啊，可是它也是电力的，那为什么它就可以实施？想推广，对，它就是法令上，还没有配套措施做得那么好啊，所以相对的，你仓促上路，等到出事了，我们再来检讨已经来不及了。电动厨房车、独轮车愈来愈时行，不过相关的法规管制却对不着脚步。业者讲，因伫咧租车进前拢会签约束，甲民众讲相关的规定，不过也是有人会违规。除了法条制度以外，伊认为该加强对人的宣导。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这真怪奇的代志，这是屏东的内埔乡呢，有民众发现讲，这路口的机车台转区竟然是用黄色的擦甲画起哩，而且呢，个字个写个外国字错。另外，伫咧里港呢，嘛出现这一架变做是2架的机车的台转区。警方表示讲，乌白画这交通的标线，上悬是会使罚到2400块。一台乌多摆停伫台转区等红灯，毋过我近一看，敢若怪怪。这个台转区用黄色的油漆画做一架，字阁写甲淡薄仔串，和一般伫路顶看到的差真侪。屏东内埔乡雷东路和寮北路的路口出现，毋知影啥人乌白画台转区，是互附近的民众看甲雾煞煞。占大部分是拢无啦，我住伫遮逐工咧看。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那你为什么？因为那边有画带转区啊，真的假的？自己画的，有人自己画的啊，我还以为是政府用的嘞。另一边，伫里港的里中路和中山路路口，明明就一个台转区，中线阁加画一条线，分做2架，嘛是互人三无长。伫路口做生意的头家讲，原底是画一架，毋过进前乌水港路灯铺了后，施工单位煞甲画做安尼，因为另一架超过中线，不时有乌多摆停伤出来，伫路口冤家。甲真可能嘛，差不多要1年有啊，我嘛感觉怪怪，因为伊的中线，伫即个来照你讲是一架。啊，你也要违规，你是毋是用迄条白线的浮条？擅自画设道路交通标线是违法的，不只要立即清除，最高还可能被处以新台币2400元。针对内部的台转区，交通队表示，按照道路交通标线的规定，真正的台转区是白色四角形，宽度差不多15公分的标线。另外，里港分做2架台转区，县府公务处表示，会赶紧派人定位，嘛会找出当初的施工单位，进行责任厘清。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台中的市猪场已经确认是非洲猪瘟。市政府调查发现，讲一个姓王的兽医呢无执照，目前当咧查伊敢有违法来诊断。也若这猪瘟感染来源初步显示就是糞。这环保局回应讲，今年5月到7月拢有去甲稽查，毋过无发现到违规，未来会甲列做是个案，细心来监管。
台中5车传出非洲猪瘟疫情，台中市动保处受理14到这案件了后，第一时间并无采检。市府表示，经过疫调了后，确认到场的毋是这案件配合的姓纪的兽医，是另外一个姓王的兽医。伊虽然有兽医组的证书，毋过无兽医职业执照，是透过电话建议用药啊。根据我们有请猪农的这个亲生，我们来跟他约询哈。他是有讲到，就是说有生病的征兆，然后他有这个跟王姓兽医师有做联络。农业局也对猪农轰炸，猪农表示是照正常的经验，家己替猪仔做已经存的药物，是毋是英国通报，加姓王的兽医师组是毋是违反兽医师法，已经请检调介入调查。另外，猪场业者无做事上传喷催做记录，甚至规8月拢无上传。台中市府也无落实风险规范的记录。那这个老农呢，确实他在这个上传的部分比较密，所以同仁知道他这个问题，同仁也想到一个方法，我就打电话去撸他。所以他不厌其烦的去辅导他，好，去道德劝说他，好，让环保单位能够了解说，你每天确实有上传了这些照片或影片，如果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每天上传，那我们的稽查密度就会提高到每个月1次。环境部表示，喷的催吐记录目前敢若是一个加强稽查密度参考，无法证。市府环保局表示，对这案件3年来有14摆稽查记录，无发现问题。今年5月、7月稽查时阵也无发现违规，加上猪农的年岁较大，对网络无熟，未来会向实行监管。市府罗秀贤也表示，应该修法，将避免喷加做疫情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非洲猪瘟疫情，有立委呢是烦恼讲，这外国的电商平台所卖的这个肉，有可能是有猪瘟的病毒，所以呼吁政府要为政策来管理。也那业者是回应讲，这肉类的制品呢是有管制措施，台湾的用户是无法度注文甲运输的。另外，这中华邮政是讲，这外国的包裹若要入来进前，拢会先检疫才会使放入来。点开各个网页，找找淘宝肉品，马上跳出超过10万笔相关商品资讯，亲像烟肠、肉干等肉制品引起民众烦恼。这肉制品是不是透过小包装冲破防疫红线？猪瘟其实也是一种传染病嘛，所以如果能够管到人，为什么肉品没有办法？都惊境外电商可能加做防疫空棚，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指出，行政部门应该赶紧补破网，严厉严禁境外电商加肉制品包裹强化海关查检。一个一个从中国境外电商进入台湾的小型包裹，它不只是一个包裹，它可能都是带着病毒的生化武器，全面性的来从严管理，该进就进，该管就管，该罚就罚。吴思瑶指出，包含财政、农业甚至社会发展部拢该跨部会动起来管理境外电商。淘宝发声明回应，淘宝台湾站照台湾法规，针对肉类制品有3重防护，包含台湾 IP 用户相关商品无法度找找，台湾用户阻断下单，甲台湾地址禁止运输。实际测试淘宝网页，想要买肉制品拢会跳出名利，或者是台湾地址官方不留明文。因为香肠、火腿、腊肉来自疫区的，其实里面都会有没有被杀死的非洲猪瘟病毒嘛，而且浓度很高。中华邮政指出，包括伫进口进前拢先经过海关查检，检疫完成清关了后，搁由中华邮政用国内包裹来送。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边境管制加强处理，调向清零方向去做。在邮包的方式特别是交通部还有其他的相关的部会都会经过 X 光的一个检查，甚至用缉毒犬的部分来做一个辅助。红豆疫区肉制品到台湾，陈俊贵表示，唔但敢靠猪农，也要靠全国消费者斗阵配合，杜绝非洲猪瘟进口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桃园捷运绿线的部分的车头，即嘛是动得起，不过却传出违法来使用中国的材料，这是违反着政府的采购法。即嘛地检署是要分他立案来调查。绿线工程咧赶工，却传出指示控查表，赶工当中的 G12站体地面铺设是中国厦门建庭就业有限公司的旧材。违反政府采购法，免使用中国产品的规定，负责工程的通报商出面法院网。现场施工前的3至6个月，
好，我们都会重新再检查我们的一些送审文件，那我们才提出更换材料供应商。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食材都还没有进场，也还没有施工。这工局表示，车站内公共区域地方目前已经初步分析，人造工作地砖由精工公司提供，不是中国厂商。加在公共区域地边外围周边，采用天然的石材，为印度进口，是由另外一间厂商金必达公司来提供的。按算这礼拜三才会进场施工。他把我们在公共区域中间部分的钢石地砖把它扭曲成说这个就是大陆前程公司的这个盗菜的这种作为我们实在是无法苟同了尖水集群热线指控三标用中国石材指控，这工局澄清，施工进前原本协定石材供应商是厦门鉴定公司，自通报中发现产品是中国材料后，已经在6月初5主动换做国内厂商。针对这份工程证据，地检署也会分下函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工课场破病要请假，真侪劳工呢拢捌去拄到互顶死甲刁难的状况。今嘛有上百个工会组织发起修法的联署，要求职安法修法草案都爱搁再精进。顶个月，一个中年空服员破病，说因为公司制度无友善，唔敢请假。后来地主因误就医，伫咧10月不幸过身。这个案件嘛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有工会团体表示，虽然行政院版本的职安法修法草案有增加职场霸凌防治专章，但是也是有欠点，要求明确保障劳工请病假的权益，袂当因为请假地主劳工受到不利对待，亲像影响到考绩和奖金等等。在病假的部分就是这个不应该要纳入考绩，或者是不应该要纳入这个勤惰的评核，或者是不应该要拿来跟全勤做勾连，因为它毕竟是法定给予劳工的权利。所以我们其实认为说这个部分政府其实应该要在这个治安法或者是劳工请假规则或劳动基准法里面这个进行修订，这样。已经有8个工会参与修法联署，也拿劳动部表示，若准劳工因为破病，也是其他生理因素需要治疗和休困，通依法来请病假。若是雇主拒绝劳工请假，会违反劳基法，通罚2万以上100万以下。不过律师表示，这目前的法律针对企业和雇主的处罚上过轻，欠缺影响力。嘛建议职安法修法的时，若准雇主无改善，应当甲会当连续处罚写入去条文当中。大公司来讲，伊若敢处罚一个几万块啊，可能伊的这个影响无遐大，嘛爱对这个大公司、大财团有这个连续处罚这个相关的这修法的思考，安尼才有法度讲真正落实，或者劳工或者是公务人员真正破病的时阵，请病假有这个法律可以做靠山。另外，针对职安法职场霸凌专章的修法，工会团体嘛要求调查机制爱利益回避来确保公正，前后申诉通报也要公开透明，来强化预防职场霸凌。工会团体嘛表示，为了争取劳工的权益，会继续抗争。所以一礼拜，因嘛会拜访各党派的立委，希望把劳工的诉求放入去修法的方向。记者卢尚珠、王兴忠台北报道。新加坡的总理黄顺才最近是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来见面。这黄顺才是来强调支持一中的政策，而且反对台湾独立。但外交部是真关注，嘛发出声明，呼吁这新加坡应该要爱尊重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中方愿同新方一道，遵循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最近访问新加坡，会见新加坡的总理黄顺才。除了讲中国新加坡的关系异化，也讲到台海情势。黄顺才重申新加坡的一中政策，反对台湾独立。咱外交部表达严正关切。对于新加坡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擅自对我国主权地位发表评论。外交部表达严正关切，外交部呼吁新加坡尊重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切勿发表伤害台新两国长久情谊的评论。最近中国对台湾文攻的动作真多，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发几多张讲是用卫星翕拍台湾高架鱼道影像，有中国网友讲有做一种归家 APP， 和台湾人用手机导成。为台湾同胞设置的台务城 APP， 我已经做出来了。国讲台北市已经有28000外人下载排第一。不过，由于加司法部调查台湾加中国的 iOS、Android 系统的平台，
拢找无这种 APP， 敢若是境外假消息。这嘛正多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25日台湾国防纪念日，学者讲这是中共对台湾发力斗争的一部分，想要让国际社会慢慢接受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讲法。如果说今天台湾被中国光复这个概念在国际社会被接受的话，未来他要打我们台湾的时候，他就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打台湾那是我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光复节定为他们的这个纪念节日，也是对内争取个论述。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阁提出，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上有利。也讲台湾会伫咧经济、基础建设等7个领域更加好。对此，咱陆委会反驳，民主加专制是无可能相融合。中共这种诱骗统一的方式，对台湾人民是无吸引力。记者综合报道。现主是咱国军这个人的装备呢，拢是委托厂商来经营，也毋过有入轨是即支这部分物件价数伤悬，而且同款的物件煞因为这军种无同，价数嘛有争差，有的甚至是定定欠货拢买无。即马国防部长郭立雄是承诺会赶紧来检讨。官兵操作105榴炮准备迎战，面对中国威胁，国军这几年强化实战演练，相关的用品消磨嘛变较紧。为了改善国军个人的装备，国防部为2021年开始改外包经营。国军一个人一年有9860块，会当买军用品的点数。不过，立委质疑讲，强收站部分的品项价数伤贵，同一个商品无共军种价数煞无共款，有的甚至存在欠货。陆海空三军对同一个商品卖的是不同的价格，那个不然您觉得合理吗？各个通用的这个部分的话，好，看下一张。我告诉他，你立委批评讲，亲像面巾的价数都比市面上较贵，而且一条面巾空军卖90块，海军100块，陆军就要110块。另外，亲像军衫、野战下讲等等重要的品项，存在咧欠货。退役的军官周武平认为讲，无共军种爱捏无共色水，厂商考虑成本，才会地主价数有争差。不过建议国防部都要介入协调，把价数定好好势，莫让官兵感觉无公平。毛巾的品质来讲都还算不错，但是因为不同军种可能有颜色的区分，那以陆军来讲，它是可能绿色的毛巾，料的部分会提高它的这个售价。国防部是不是能够适时的去做介入？可能三军的定价尽量维持在同一个水准。就有兵嘛讲，亲像野战下讲，伫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可能会因为演训的频率，一双鞋啊几啊个月就要换，不过来去呢，可能一双会当穿几啊年。呼吁国防部协助统计各品项消磨的程度，互厂商参考，互有需要的国军会当随买到。厂商嘛袂因为成本或者是囤货的考虑，地主欠货的情形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这宜兰县内即几冬仔咧修剪树仔的时阵呢，拢直接把这树尾扯了，愈加光光，所以外界呢来质疑讲，这恐惊会去伤害到这树仔的成长。因那县政府即马是来建议修订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只要错过头，安尼就会罚3000至3万块。学校树影边仔的青仔树加樟树，修剪的时阵规拢剃光头，树枝顶头拢无叶花。学校讲是因为树仔受病虫害。树仔一直当影响交通甲骨群的点，也过有人质疑过度修剪是伤害树仔。头城行政中心头前规排的树仔，6个时阵也互人用断头式的方式修剪。宜兰县这几年像这种过度修剪公有乔木的情形愈来愈多，公部门几多遍互人质疑无够专业，县府就要解决问题，今年要修订宜兰县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提草案明确定义，伫公有土地树仔拢是公有乔木，修剪时阵若甲树仔剃光头，树枝叶仔均若损伤1/3以上，会罚3000到3万。当然会有一些罚则的处理，那主要目的还是在希望说各个机关学校针对公有乔木的部分，能够更注重去好好的修剪，让它可以健康的生长下去。不过县团认为罚伤轻，亲像伫县内有真侪无列伫列管老树仔的公有乔木，若是修剪过头或者是错掉，只敢若罚3000到3万，无符合比例原则。因为这款无列管的老树，国家挡袂掉过度修剪。树龄越高的，或者是它的冠幅越大，或者是根系范围越大的这些老树，如果万一遇到这种不当修剪的话，那它的罚则
的建议就是要加重。每一种树啊，拢可能有无同款的性质嘛，袂当讲全部拢用同一种方式去处理。要环团认为，县政府应该辅导所有的公共机关，伫咧修剪无同树仔的时阵，应该注意季节一个树型。无同款的树仔应该用无同款的修剪方式。若是这个型修剪量的最少来制定法则无够，县政府讲，草案已经有过会收集各界意见，按算伫明年中送县议会审议，若通过就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决定古迹家己的旧家甲是利用内底的方式来举办浸水式的活动甲展览，希望会当互民众来了解家己旧家甲的建筑甲文化。伫家家的房舍内底，有民众伫特别设计空间内底来翕相，嘛有人参与浸水池的体验。决定古迹家己旧家家，为着要互民众今日摆这个有100年历史的建筑，特别设计展览甲活动，要互民众对家家有新的感受。还是蛮有趣的，就知道一些这边的历史，还有一些可能里面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样。这次体验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它里面的布置就还不错，蛮有那个情境的跟那个氛围。1922年启用的家己旧家家，是台湾为日本时代到达，也阁保存真好的家家建筑。为着要活化空间，打破民众对家家较无好的印象，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甲展览的方式，互民众有机会来日本家境文化。大部分的人拢感觉遮足恐怖的，啊无就感觉哦，这敢若一寡旧的物件伫遮，所以阮会做一寡游戏，你会使去闯关。闯关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会了解这内面有一寡趣味的监狱内面的代志。活动除了紹介家家特殊的建築，分享內底一寡較無人知的代志以外，主辦單位嘛用藝術的方式，替一寡房舍做改裝，佮設計浸水池的活動體驗。除了互民眾伫房舍感受無同的感覺，嘛希望替舊家家空間的活法展現新的創意。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下晡晡的天氣，做伙來關心各地頭的溫度。北部地區21度到25度，中部地區是23度到30度，南部地區26度到32度，東部地區是21度到29度。那外島地區20度到25度。以上就是這則中島新聞，感謝你的收看，明仔載同一時間咱再相會。